好的，所以没有影响。不好意思，可以吗？郭老师打扰大家了。不是，我就帮，哎呀，算了。我开始没剪辑到，你不要走。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大家好，我是阿德。今日邀请来的是我真介意的乐团，不过这个介意吼，较歹势就是我最近去爱着，不是自己开始就爱着啊吼。其实因之前已经有出过一张唱片，这个专辑咧，佫有入围金曲奖嘛，但是迄个时阵咧，虽然讲我的这个网络顶悬吼，我的 Facebook 啦、Instagram 顶悬真侪人伫讨论啦，不过我迄时阵吼都较平淡，我无认真伫听，但是讲就是一个少年团队吼一个拄啊私底下我有讨论过的年会，不过对我来讲嘛是少年团队，但是就是迄时无特别注意啦。后来即届就是新的专辑出来了后，头一条主打的即个欠钱安乐死，一讲到即个名，可能真侪人都知影吼。那即条歌出来了后，当然我就特别注意到，即个主题真深色吼，所以大家听看觅，听就讲确实真厉害吼，好听。几张专辑甲听了后，想讲即个人确实是无，即个乐团队啦，确实是无简单。后来为着要访问，搁较认真去遐听，逐条听，逐句看的时阵，你就发觉讲。夭寿啊！你真正拍算即个时间，无提早熟悉即个真厉害的乐团吼，因确实是无简单。你会愈听愈爱吼。我有伫我的 Threads 顶悬听讲，我有看到有人过来二赞，我毋知是上一个啦，是我，是你是咱出声机会者，但是迄个时阵你会讲愈听会愈调调，你知影？所以真欢喜会使邀请因来，那这就是青藤后裔。来，请因家己先甲大家小介绍一下无？大家好，阮是青藤后裔，我是主唱吉尼，我是贝手郭宏。郭宏是毋是恁来练练即句哦？大家好，我是大家好，青藤后裔，你日后会使做伙读即句安尼，今日任务完成。大家好，阮是青藤后裔，阮是青藤后裔，今日任务都完成啊！做伙讲任务完成。咱今日因为来宾有台语真无问题，那嘛有就是主要是以华语为主，那我内底佫就会较参揽一寡吼，互大家我知影咱频道听友原则上是听台语为主，毋过因为有足好的专辑、足好的歌想要介绍大家，所以我希望讲咱的来宾莫听我伫讲啥，所以我会参揽一寡华语，这就大家较见谅啦。你若想要听足侪全台语的，讲实在我其他的节目真侪全台语的吼，所以恁就赶快会使去听我相信内底嘛有真侪趣味的物件啦。那赶快先请即个吉尼好啦，来大概介绍，因为即张专辑大部分的歌词曲拢是你的创作，对，那会使大概来介绍一下即个专辑你想要表达的即个，不管是伊的整体的风格，或者是讲你想要讨论的物件无？
我感觉海海人生即个专辑内底，就是大部分拢是咧写伫台北伫都市徛起的生活的感想安尼。因为即张专辑内底讲实在，较听起来你雄听其实足轻柔的，足轻的，还是就是讲就有一个旋律感，就是像咱当时行用语讲笑，足笑的感觉。毋过你详细起来听，佮听伊的歌词时，你会发觉讲，敢若无啥着，伊毋是小清新，对无？就可能有的人有即个误解，但是毋对哦，敢若伊其实足顶斗的哦。伊讨论物件是真内底，你真内在的物件，毋是只表面上迄款的感受哦。所以你会内底哪听哪发出一款真沉重的，真郁闷，或者郁做伙迄个感觉吼。这是你家己专辑内底的特性嘛？甲你生活敢有关系？甲我的其实我就是自高中毕业了后来到台北读大学，读册到即马拢是伫台北细厝，一个人住。我感觉就是即块专辑就写了的时阵，阮的企划伫听的时阵，伊嘛是讲这歌听落着。互伊想着伊较早咧租厝的心情，住伫台北直落雨，棉被足湿的，衫拢晒袂干，安尼。是，因为我嘛伫台北一个人细厝生活过，嘛是一个套房，毋是套房就是讲房子这两款嘛确实。一个人住伫咧台北食头路细厝的迄个感觉，我想听即条歌的人，只要你有即个经验当然毋是所有人拢住喺台北啦，但是只要你有即个经验，你一定会有即个感受即种孤独感。我讲这是款孤独感啦，当然可能小可甲你的经验无啥共款是，比如你拄讲台北即个一直落雨啦，湿湿啦，歹势我宜兰人啦，宜兰佮较高落雨。你讲我无烦恼落雨即个问题，嘛无烦恼湿的问题啦，无偏阮较湿啦。你敢有感觉台北比宜兰较寒？寒袂，我嘛袂。宜兰而且我迄时阵住台北时，我是住伫干道，你知影干道关渡旧号名在干道。我研究所嘛是伫干道读，嘿对，迄间足水呢。对，迄间足水。但是嘛是离市中心较远一寡啦，所以我先住伫遐。我完全袂感觉讲雨露足济，迄个寒湿对我来讲拢无遐严重，因为宜兰迄湿气伫咧空气当中，所以伊寒时是正入骨髓迄款的所以当然台北有像即款情形，只是讲因为我是宜兰人，所以即点较无遐严重。但是迄个孤独感是共款的，一个人住，甚至讲一般个人细厝外口，老实讲，你讲电视啥，甚至嘛拢无啦，有网络互你用，你头前当可能嘛真少用家己手机的网络，你真正是目睭闭金。看你的房间，就是你看会到的范围，就差不多安尼尔。真正其实是无其他物件。我知你有过饲一只猫仔嘛，就是甲猫仔生活安尼尔。有通讲实在，外口细厝当饲猫仔，一点都已经真好因为即满若是有饲猫仔要找厝嘛，是歹找所以对所以一个人生活的即款感受，我感觉这是真侪人共同性啦。所以是因为即款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你甲你的即感受写入去歌内底，也就是讲，这规张内底一直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是你家己的感受。我感觉有一寡我家己的感受，嘛有掺杂一寡我朋友的生活因的故事，观察别人的感受，这样，所以是一个社会观察，都市生活的社会观察的感受，用台语的这个方式甲写落来。当然内底有一条当然这是规张专辑的这个特性孤独。不过你的孤独以外有一个顺这个孤独的话搁较重的，就是死亡话题嘛就是你的主打都开始出来，这个主打的欠钱安乐死。当然所有的人所有的专辑所有的访问啦，应该讲。一定拢无法度闪过即条歌，因为即个主题讲实在真正较特殊啦。你硬要想嘛，无一定去想着即个歌嘛，是安那会去设想着即条歌即个主题。因为迄个时阵就是讲，伫疫情较严重的时阵大家可能就开始伫厝里上班，无去上班
但是一个人住伫厝里，你可能破病啊，无法度去病院，需要有人来照顾。啊，阮朋友做侪人拢是家己住诶，就会开始想讲啊，是毋是爱敲电话互相安尼，互相关心一下，惊讲万一伫厝里啊破病死去啊，要安怎？人拢毋知影我死伫厝但真正是会毋知影，啊，有饲猫仔嘛会互相拜托讲啊，万不离我若真正确诊啊，有送去病院，我互你阮兜诶锁匙，你帮我去饲猫仔。阮就开始想讲，有一寡人其实伊可能伊诶选择就是伊拍算讲，我即世人无要结婚啊，我要安尼一个人生活，嘿，独身过一世人。但是万不离我若真正安尼行到尾啊，我是爱开始安排讲，我人生要安怎退场。是。所以你连最后死亡诶上尾一关嘛，拢开始安排安尼，就是即个规个理路行过来是甲遮安尼。所以你其实顶一张专辑到即张专辑，拄好即个时间下过规个疫情期间咧。对。迄个心情啥款？照你讲，你头一张顶一张专辑，入围金曲奖了，其实规个知名度嘛拍开啊。我想真侪有伫听音乐听团的人，应该拢会知影即个乐团青藤，然后伊即个乐团。但是事实上，即段时间以来，伊诶比如讲表演的机会啦啥，当然当疫情退了后是较无问题。那疫情期间是毋是其实变成讲真侪上帝，伊希望有表演机会，敢有即个机会？其实，阮伫第一块专辑咧做诶时阵，做了发是2020年诶6月，但是疫情是2019年诶12月开始。对。啊，发了你真正入围金曲奖诶时阵，较开始有人注意到你是过当嘛，但是即2档拢是咧疫情。对。啊，虽然讲就是有入围金曲奖，但是迄个时阵因为较严重，金曲奖搁延期，金曲奖颁了，阮无得奖嘛。但是迄个时阵表演，就是大家拢一直足紧张诶，因为你若办表演，你惊讲安尼观众入来会危险。啊，嘛有一种状况是表演者可能我安排落去啊，雄确诊，无法度表演，就搁取消。你拢有得过就对啊。我其实是到大家拢得了啊，我旧年较得。你较对你后壁。我流行对较慢。无紧，有过就好啊，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是都确实影响真大。就是我感觉，若讲入围得奖嘛，得奖莫讲有入围。通常拢是你邀请会变较济，但是我感觉因为迄个时阵疫情的关系，足侪活动拢毋敢办。阮电脑较无是讲表演的机会有变济，但是嘛无真正遐济安尼。就是拄好拄着疫情的影响就对啊。对。因为毋过即张专辑我出来了后，都疫情嘛过啊嘛，所以规个迄个声势都拢起来啊。我甲你讲，恁专辑一出来，我的壁顶满是大家拢伫讲即个代志，我想好啊啦，伤济。你的降温站伫台，我嘛要去。伤高啊！带我去。我即个降温站是毋是降温裤啊？是毋是伤高啊？看到满是，然后说好，我来听一下，确实是我感觉因为第一段主题欠是安乐死即个主题主打一出来，当然引起大家注意。过来就是你听入去了后，伊迄个底伫伫你真正有迄个物件伫你，甲袂讲这是一个看起来敢若真虚幻的物件，你一听一看看过较深的时阵都无物件。那你这物件你袂久长嘛，所以经历过即个疫情期间，但是你嘛是安尼一路行过来。所以恁目前3个团内底有2个是正职，就是做这。对啊，这是足无简单的讲实在，而且你是经历过疫情的。我嘛是足拼的，足厉害。讲实在，但是一个人住台北，搁甲一只猫仔做伙生活，就共款讲到即个孤独感啦。你家己认为讲即个你的创作，我讲即张专辑内底，海人生看起来敢若，因为或者海人生的歌也是甲伊有关系的曲真济嘛。但是你家己重新来用，我家己会看足奇怪是，
海海人生照你讲，应该是一路就真痛快，是讲看真开的一款感觉。毋过你的专辑内底迄个孤独感，迄是真侪人拢有共感的即个物件，甲伊是有冲突的呢。我感觉迄是逐一个世代，就是过去可能伫陈英杰迄个时阵，伊的海海人生是安尼，但是伫2023年，阮的海海人生你有要染烂落去就是安尼，就是讲逐个时代无共款吼，有无共款的价值观啊。你讲，因为咱知影有一个词糖品是中国来一款很像的说明嘛吼，糖品。我一直想讲糖品，你讲台湾你若讲倒病吼，我敢若会感觉伊就是倒伫遐尔，我也无什么感觉。但是就一款放互送的染烂的感觉，敢若染烂是互家己会使伫咧即个世界找着活落去的方式，迄条感觉。因为你即条歌内底，欠钱乐事内底有一寡真趣味，我袂使用趣味来形容，因为既然就是讲孤独啊。比如讲，你即个我若像你当有讲着吼，我若形容转去，我迄只猫仔要如何吼？伫歌内底即款对待猫啊，毋知是安怎？你若讲狗啊，我就感觉讲，敢若无迄个感觉，是毋是一定爱猫啊？我毋知，因为可能就是除了你我个人介意猫仔以外，你是猫派的。嘿，无我其实伫家己拢是，阮兜拢是饲狗啊，抑毋过来到台北尔，狗啊你若要带出去外口散步放晒，足麻烦的，厝阁较歹找，所以我伫台北是饲猫啊。你饲猫了，咱来讲一下专辑以外的代志。你饲猫啊以后，你当较介意狗还是猫？你是狗派还是猫派？我较介意猫啊。我即马就是较介意猫啊，因为我感觉去写猫啊，就是大家若讲你毋捌甲猫啊住斗阵，毋捌饲过猫啊，你会感觉猫啊敢若较无情。但是你若真正有饲过一只猫啊，甲伊主人的一寡就是感情啊，因互相了解即种代志，就是主人甲猫啊中你较知影，伊比如讲猫仔其实会来塞奶，会甲你困斗阵，猫仔嘛会听着你行楼梯的声来门骹口甲你等。毋是不倒腰啊，阮兜也不倒腰就会来。毋是巴倒，因为阮兜食饭就是拢囥伫遐，要食就去食。你白费迄款诶？嘿对，阮兜猫食白费。恁兜迄只我想即个体型恐惊。差不多得要6公斤，应该无讲介重。啊，佫可以啦，阮兜两只拢超过6公斤。还是恁兜饲的是橘猫？一只感觉色的，本地感觉色的猫仔拢较大颗，拢无伫认真讨论专辑伫讲猫啊。阮兜一只花的迄只本地就大颗，伊是本地骨架就较大，伊某声音较大，所以爸母拢是安尼讲啦。阮兜囡仔是骨架较大。我带去病院做检查的时阵，隔壁来问我讲，恁的偌大？我讲6个月半年了吼，伊就摸一只猫来互我看，大概敢若1/3，讲我即只3岁啊。伊就讲。我头叫所有朋友来看，讲伊看即只敢若半年尔，即大只。后摆佫较大只。另外阮兜感觉色迄只是本来真三条散散啊，体格就讲，那毋是讲10只橘猫，9只胖，还有1只特别胖。对。问题是阮兜迄只感觉色的啊，已经到3岁啊，拢无介大颗，就3条食嘛，伊嘛会食嘛，真健康。问题就是伊拢想，哎哟，敢若猫道的身材，你知影？我想即只猫啊无简单，超脱着感觉猫的即个魔咒，即个魔咒了。想袂到最近敢若灌风共款，迄肉已经煮出来啊！我想原来只是差伫讲伊几岁开始，年岁无够啦，像咱人共款，这时机还袂到尔啊！我想这是真趣味啊！就是讲个猫仔就会种欢喜。其实这就是我听即条歌有影另外一部分想要讲的种物件，就是伊迄个孤独感足重的，但是猫仔伫咧内底即件代志，我如果想起讲，因为人甲猫仔的互动，咱家己有饲猫的人，迄个感受真无共款。伊内底感情成分伫咧孤独以外，其实是有一寡对生活是有一寡，你们无一定讲是期待，是一寡保守的所在，就是我的生活内底有我想要去重视的物件。迄个男男毋是讲我啥物拢袂管。生活是有一寡牵挂啦，我感觉是安尼，像讲猫仔嘛，比如讲欠钱安乐死嘛，毋是讲我真正就是安尼。
就是放咧啥物代志拢无管，我是是都算想要安乐死，我嘛是真负责任的，想讲我要来欠钱安乐死，毋是讲我即马世界拢会使死安尼。就是你嘛是有小可考虑到即个世界有一寡代志爱注意安尼。无你甲你设定家己希望上尾要安怎收尾，你会颠倒搁较重视伫咧迄进前的这一切的过程。对，第一是你爱搁较保守你家生命，因为无就会变成毋是你期待的方式，对无？你既然连死亡你都有期待，其实这变成一款期待咧。本地是一款就是反正人就是早晚爱死嘛，安乐死嘛是诚好。其实，但是你搁翻头去想，就是安尼嘛，就是咱对家己的死亡上尾即步是有一个期待，所以你对你家己的人生其实有你家己的想法甲规划，这毋是单纯讲我就是放活结果我囥去遐反正就是人生敢若一个安尼的我这是即条歌，或者讲规张专辑内底歌听起来有当时会像佫补出来的物件，我这几落M无共款的意义。我感觉，你过往伫边拄则讲着猫，我看伊直是点头你家己你有饲猫啊？无，你无饲猫啊？你有介意猫啊？但是咱先调查一下现场三个人，鸟派甲狗派的差别。恁虽然你当今年有讲你是，你当已经翻倍啊，是鸟派。我即马是鸟派。郭宏呢？郭宏你是猫派、狗派。该来使讲一个哦，差不多啊。这个安尼袂使，郭宏拢无介意，教育一个，拢无介意的，安尼袂使，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因为我感觉无共款，咱介意无共款动物，当时是甲你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像你刚讲，你都开始来到台北市，甲你的生活无适合饲狗啊。第二是你投入感情了后，你自然会甲当做你的一部分的时阵，你都会介意迄款物件。今日若反正你。有一天你转到家己的故乡，是去甲别位生活，迄个所在是饲狗啊，逐工甲狗啊斗阵，你如果会变成狗派是有可能。像我较早嘛是较介意狗啊，像知影我拄开始甲你想法共款，我就已经足无闲，我搁爱带去散步，去落屎落尿。对啊，真正就忝，真正就忝。本来想讲猫仔虽然敢若较无情，还是较无伫甲我管，无伫管待我，敢若嘛无差。但是事实上，你真正饲着，敢知影讲。其实嘛毋是，其实无猫仔嘛是会因为你无转来厝里会受气会寂寞，会黑白放着。对，阮家己就看这几工无伫厝诶手机拍开，咱拢有迄个定定拢会囥即个监视器嘛，念去，就看到你看，伊拢安尼规工拍去遐，一定是足无聊，伫想，一直想遮个代志安尼。我讲这一切其实拢是共款，就是咱对家己诶生活其实也是有一寡愿望，迄个孤独甲愿望之间是无冲突的。我家己是。这个感受啦，那后壁你其实有一条歌，除了欠钱安乐死了啊，有一寡其他的歌我逐条我拢有听过嘛。那有一寡歌我特别想要来甲你讨论，其中一条是这个偏偏，偏偏其实是台语甲华语放做伙的歌曲，伊的比例讲，当然有台语掺华语的歌，嘛毋是一条两条啊啦。伫咧台湾来讲，毋过你的歌，我伫听这条歌，像我毋知要怎形容，我感觉足特别，就是伊的迄个比例，甲一般咱听到的方式无相共。有的是对唱，比如讲我唱台语的，你唱华语的，有的是某一句我用华语去唱，还是用台语去唱。但是你是两个人，因为你是两个人唱的，加这个正直，对是不会是。有当知影植物的植，读做是的已经无这样，真的。有就是在解说咧，是不很好。就是恁两个人拢有唱着台语词嘛，唱着华语词。那台语甲华语的这话句这歌词，我感觉伊念了真水。我必须安尼讲吼，感谢你，伊毋是分开一句接，伊毋是一句华语一句台语迄个感觉，你会感觉讲伊用真特殊的方法。我毋知你的技术方面，我毋知是啥，但是我听起来，你袂感觉讲出戏。有当时你台语歌内底念华语，是华语歌内底念台语有出戏的感觉。但是这条歌无这个问题，但是伊个毋是用对唱的方式去讲，咱一人负责一个语言。你这条歌你家己的创作过程是安怎？一开始其实是一种敢若咧讲生笑写这条歌，嘛无想讲这歌有要发出来互大家听，因为
平常时啊，我就是想到啥就写啥，袂讲逐条拢爱互大家听着，可能我是家己写欢其实你喜。有一个资料库内底有一寡未来反射会变成专辑内容。奇奇怪怪的歌，嘿，我较想要知影这部。嘿啊，像讲这条歌写的时阵，是因为我真爱拍一个手机啊面顶的电动，或者传说对决。我知道。传说对决咧拍的时阵，我就观察到一个社会很兄你嘛弟。看到社会很像。对，好，你看到啥。我就是看讲奇怪，啥即马遮济人的迄个 ID 号名拢会有偏爱。偏爱是啥意思？偏爱就是我知道偏爱的偏爱，就是我偏爱，因就是会用偏爱这个字来和伊的 ID， 比如讲亚特阿迪，也讲也写讲能偏爱亚特吗？就是我写我家己希望别人会对我有偏爱，啊无就是写啥物偏爱于你啊，面顶的你可能会换做因男朋友也是女朋友的名，就是真爱用这两个字啊，因为这两个字我感觉偏爱，大家拢一直笑我讲就好笑的，啥这侪人拢要用这个做名啊，偏这个字伫台语偏偏，我感觉这个音佫小可相共，所以我就写这条歌。啊，但是的时阵其实无要发，就是传互团员听，就甲因讲，我大家拢伫用即个字写，我感觉足好笑诶，我就写一条歌互因听，结果听了因就足介意诶，就讲我感觉即条会使发，即条会使发安尼。所以是本地有小可要讲 diss 的感觉就对。我歹势安尼讲啊，但是是安尼无毋对。我真正毋知影有即个事件的用法咧。就是可能伫即个游戏内底咧佚佗的人的有即个流行啊。桂红敢有伫耍？我看一段在电脑。有，之前有玩过。所以你真的有看到？你有看到？但他是应该是可能高中以下的。对。你袂想讲会帮跟着怎样头前嘛对咧用这个？不会啊，这个词应该是国高中的。阮的时代流行的是啥物煞气诶？嘿嘿，这一定爱。啊边仔爱有两个政治啊，比如外口有一个衣裤啊。有啊，佫就一奇奇怪怪的符号啊。对。我真正毋知原来是安尼来，而且我嘛，因为我较少伫耍即个手机啊，即个游戏啊电动哦，毋知影原来当事件是安尼偏爱哦，所以变成偏小可个 diss 对啊。一开始是本来是以台语为主，但是即个专辑内底，我有家己做一个实验，就是讲我以台语为主，啊有时阵我想要互一个曲伊会当出现2届就行诶，但是伫台语要写别项词，就是你曲已经固定啊，词要填入去较困难。我就想讲，安尼我会使用华语也是英语诶韵尾来导。比如讲，即个专辑内底嘛有别条歌是英语，但是拢是为着要押韵，所以即条就是台语先放好啊。其他的曲我想要互伊甲真一句就行诶，我就为华语内底去找韵尾安尼。所以这就是技术方面，安怎互即条歌的2个语言袂互人出戏。我讲这个做法真特殊，我毋知有人甲你讲着出戏的代志无？因为即张专辑内底即条歌嘛是我想讲，当然对我来讲因为比如讲咱家己的节目主要是做全台语，所以我一定第一先优先我会先听全台语的歌。我听到这条歌的时候，确实感觉讲真厉害。我定讲厉害，就是这你无法度甲生成安尼。因为过去毋是无人做这个物件，但是啥啊量无济，就是因为大家变无其他变无棒，你知影？就是变袂出其他因认为佫较好。佫较有变化，或者是讲佫较斗大的结合的方式，因为这2个语言毋管是因的声调的方式、话句，其实拢差足济。你硬要斗做，其实无遐好斗。你讲，就算是讲一个主要语言，比如讲华语或者是台语，伊放英语的话句歌词的时候，嘛是大概一句，伊就是单纯迄一句。伊嘛袂像你打即个做法来去做，因为伊就是无共语言，你要放做伙时，其实就歹斗的。所以你的做法确实是，我开迄时阵有目睭就向讲起来讲，你这是安那会安尼？你而且你头一遍听的时候，你若无注意到，你会无注意到讲伊其实是2个语言含伫内底。
因为咱是对音乐的这个曲这个板去行所以你若无上细听，比如讲你写文书，我写文书嘛会放出来因为你个注意声嘛你唱的时阵袂听甲清楚，你后来翻头过听说，我拄则哪会无注意到？拄则我刚是听这条歌，嘿，我奇怪，我明明就听这条歌无毋对，这曲无毋对我拄仔敢无注意到是华语南台语的歌，我感觉这是真特殊的一个试验因为你想讲台语其实这2当伊的歌曲的发展真侪变化真多元真你会使看到各种各样，包含你即届甲Aquaman的合作，这嘛是一款风格甚至这几年嘛有像较电子的啦各种各样你会使想会到差不多拢有。那这变成另外一款可能，就是好除了风格音乐风格以外还有什么可能是我会使甲台语歌变甲更较无共款，或者会使试验什么物件所以虽然讲是你为着要 diss 一个配得啦我讲配得会伤寒反正就是跟少年囡仔当时行的一寡用法但是事实上伊发展过来，我感觉是一个真好耍的一个生活，反正是也有台语南客语或者任何其他的物件我感觉拢有可能。我感觉语言的透蓝其实是咱即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像讲我细汉时甲阿公阿嬷大的时阵拢讲台语也毋过我开始去读册甲同学是讲华语等你开始准备要考试你会读英语若讲你开始看日本漫画你会学日语，想要唱日本歌即马就是行 K-pop 你会去学韩国话韩国话对所以讲我感觉其实做一个台湾人咱大汉这个过程你本地就会接受到无共款的语言若准讲就是文尾会当斗会过，我拢想要试验看觅但我日语较好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写日语而且我感觉日语甲台语要斗做伙更较简单，因为本地就侪咱台语词就是照日本话过来，伊的发音方式嘛较活所以这确实你若讲要接日语我可能袂感觉遐特别你若接其他的原住民族语我讲就足厉害我其实因为最近嘛有当时嘛做一寡甲原住民族有关系的物件都有当时会伫想讲就希望讲所有的人若你住伫一县市加减拢有即个族群嘛原住民族群无共所在无共族咱若有机会去学着因的语言，就算讲无济少数小少枚的即个话语啦，或者上简单的话，我感觉嘛足好诶。我家己嘛最近开始咧去接触的，就是即个台语。泰雅语像即款的，我感觉这拢是就希望大家会，因为你知影愈熟悉这物件，咱愈会晓尊重族群的差别。就像讲台语的人，咱希望互人尊重。你今日伫咧台北，你凡说无记得会讲到什么台语除了伊无一定听有以外，另外你拄着的问题可能是让我你足奇怪。像调工要讲台语大家拢讲共款的话，敢袂使，啥你着爱一个人安尼。对，但是这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嘛，语言无应该是安尼，所以佫较免讲其他的族群你讲客语的人，甚至各族的即个原住民族的族语的人，所以咱若有法度互佫较侪人伫咧你伫咧创作过程中有佫较侪无共款的物件参乱入来原来这物件会使合作伙耍。我嘛无要求讲你爱听有全部的族语毋管哪一族啦或者是客语，但是我的话句内底有一寡词开始参，你既然要参咱就南方有交对无？我的华语内底南足侪无共款族语。我讲迄嘛还是另外一款可能台语的毋是台湾的语言内底新的可能性反正伫咧创作内底，我讲即摆看到华语甲台语还有你当的讲法内底，我感觉会有当时嘛会使去问讲语言伫咧台湾的发展有一寡甲人无共款的变化，我讲会足好耍的。好啦，咱讲到这先休困一下，好，咱下面再回来。我是青塘阿欧伊乐团的主唱 Jenny，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3月22号，阮青塘阿欧伊特别伫台北华山内底的 Legacy
举办阮头一场的1000人演唱会，欢迎大家到阵来听阮唱歌。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来继续好不好？来，拄则迄群时间拢伫开讲一寡腔口的代志，因为都讲家己是我的第一故乡，所以本地都特别亲切，所以即个听到家乡的即个腔口特别欢喜，当然嘛讨论到其他所在一寡腔口啦。好，咱来继续讨论专辑本身，有一个即个。一条歌啦，叫做《落雨天》，这嘛是这边应该真受到注目，大家一直伫讨论的这条歌嘛，来伊有一个合作的对象，对，是啥咧？这条歌是甲迄个Aquaman 合作，嘿，阮就是我毋知影饶舌大家安怎讲是拢讲念歌，但是我嘛有看到一个专有名词或者体字。家就介意讲体字啦，即个我感觉就是念歌，我感觉用念歌较直觉。主要当然因为目前伫咧传统戏曲内底有一款类型叫做念歌，所以有的人会像杨秀卿秀卿老师，杨秀卿即个先生伊就当过身啊嘛，但是伊就是念歌团嘛，这确实伊迄个是另外一个艺术款啊，所以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讲用念歌敢若两个人会有当时会分不清楚意思吼，这是一款考虑。当然，反正你介既然当无定名啦，你介讲啥嘛，有人直接就是可能用 hip hop 啦、rap 啦，直接用英语还是用台语的音去配即个方式，用靠我台语音。真侪人翻译啦，拢会使，反正咱知影Aquaman是啥。对，就是甲Aquaman合作。对，但是讲实在，你的风格甲伊的风格，老实讲无啥共款。我真歹去设想你条 rap， 我可能想无啥会出来。毋过恁两个来合作，即个合作是要安怎甲斗做伙？而且我看你的即个内容内底，敢若伊嘛有参着即个作词。嘿。恁敢若其他先莫讲，你敢若词是要安怎囥做伙？其实我嘛有写一条迄个念歌，伫旧年还是今年出的，或者新年档新希望。但是我念歌的速度无法度像Aquaman遐紧。就真正会先念歌。对，我就是真正较先唱歌咧念，但是Aquaman是真正咧念安尼。阮的合作其实是。像讲，我毋知影大家有听过一寡迄个一个饶舌歌手或者阿姆，伊之前有一条歌或者 Stan 内底就是阿姆拢负责念，念的中有一个人出来唱歌叫呆多。我当初的设想就是讲，我甲唱歌的所在拢写好了，中空一个所在互Aqua填伊的词入面，所以阮词面顶就是讲Aqua伊念的部分是伊家己写的，但是唱的部分是我写的安尼。但你毋惊讲这两拍囥袂做伙？袂啊，因为其实你若大家拢有下迄个节奏，迄个韵，迄个伴的感觉。嘿，就伴有到做伙安尼，就是囥的入面。这工课是最后伫收束的时阵是啥负责？一开始有是做一个像讲卡啦，就是伴已经固定落来啊。但是收着我的曲了后，阮就是传互Aquaman嘛。Aquaman拖足久的啊。你是听啥人讲的？我拢无伫外口讲哦，我拢无讲哦，我无要紧哦，我拢是足耐心咧等待的哦。嘿，对，就是迄个时阵是伊的物件来了，我曲写了，确定讲Aqua有要写的时阵，阮曲有小可个定编过，就想讲人较大方的，互伊写，互伊即个空间的安尼。到尾啊，到尾啊，伊写甲饱。对，但是其实
伊就是我感觉阿快是一个足认真的人，伊会想足久的，因为伊上开始互我的迄个伊写的物件，甲即马尾啊出来，可能差一点点啊尔，但是伊就改遐的物件，想足久的安尼。哦，所以是想足久啦嘿，不是拖足久啦。对，我我爱好好替你讲修等。嘿对。哦，所以这条歌，因为我想阿克曼的这个名气当嘛是人气真旺啦，对因为伫迄个大嘻哈时代第二季嘛，对应该是第二季。然后讲实在，我个人其实是较无伫听嘻哈这款的乐种啦，毋过我感觉有新的人出来，而且用伊有的台语的底子来去做这款的创作，我讲是足好的代志。我一直希望讲，这个语言。毋是讲过去的台语歌曲无好，毋过除此以外，咱有机会会使做搁较侪物件，都像伫音乐的领域是安尼，伫无共领域嘛是共款。我嘛希望讲台语会使摕来讲其他物件，比如讲我尽量做甲台语甲健身房的关系，吼台语的健身房的台语，或者是嘛有人做天文的、做数学的、做建筑的、做啥各种各样拢有，就是咱希望讲即个物件是讲万事万项嘛，伊当然会使讨论感情吼，毋是敢若冤家相骂的时阵会使真侪人介安尼讲嘛，讲即个要骂人的时阵吼，你落车甲人小可 A 着，想要落车要甲人伫遐吼。伫遐讲三太子你落车的时阵，你就要用台语去甲人呛吼。我讲这你要讲伊对毋对，我其实无啥意见，因为有的人确实讲遮个话句的时候，感觉因为本地咱的声调就较济，台语声调较济，你有当要讲起来较有迄个气势，有是可能，这是有可能。毋过除此以外，我感觉大家嘛必须要知影讲，即个语言伊会使用伫万事万物顶悬，真诶这是合理的。所以，伫即张专辑内底，其实就是有一款感觉讲，我会使摕来讲足都市的物件，一个人住伫咧台北，也是都市，其实无一定是台北，所有听这个歌的人无一定全部拢住在台北嘛吼，住伫世界各地，你听有即条歌的人，你听即条歌，你一个人生活，甚至讲你毋是一个人生活，但是你一个人甲家己独处吼，咱甲家己对话，甚至你当即个时阵分数并无人，身躯并无人的时阵，会向有一款孤独的感觉的时阵，小可感觉淡薄仔虚微的时阵，甚至无甲孤独，你敢若感觉小可敢若虚微，甚至是逐个来恁兜算好，逐个拢要转的时阵，我感觉人是定即个时阵特别迄个感受特别深，敢若咱讲人去楼空，拄啊就闹咧咧，雄煞点落来，是雄剩你一个人。我讲迄个时阵来听即个专辑，我讲迄个感受会就无共款，当时就是希望大家知影讲，即个语言会使讲足深入的物件，足都市的物件，或者是足个人内心的物件，绝对毋是摕来冤家相骂，都以人物都达成，毋是安尼。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当然，因为恁团员内底3个人，原则上是你的台语较好吼，真好啦，毋是较好尔吼。那另外桂凤是袂晓台语嘛，你另外一位团员，你的吉他手是？吉他手是听有，但是袂使讲伤紧，但是伊家己无法度讲安尼。小可有法度听。对。所以你创作，因为你顶一张到即一张，原则上算讲是台语专辑。吼，台语伫咧内底的成分占足重，而且像你拄仔讲，其实这会考虑到你要斗鼓，你要押韵，你要安那，其实这拢甲语言本身有关系，这毋是敢若音乐性的问题，音乐甲语言伫即阵是绑做伙的。那像桂凤家己伫你嘿，就是你的问题，来啊，问题，你的时间来啊，你做一个你无法度听伤深或者讲伤紧的台语，你讲台语听都无，你的台语可能无甲遐熟悉，你甲伊无甲遐熟悉，没有那么熟悉台语这个语言来讲吼。你家己安那看待即个专辑，或者讲你即个团第一张、第二张都应该做台语的嘛，都已经做台语专辑，对不对？上一张、这一张主要都是台语专辑，可是你台语没有那么熟悉的情况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你会想要做一个团员是做台语的歌曲，但是你其实台语没有那么熟悉？现在是问为什么继续在这个团吗？我是我那个，系啊，应该说你在这个过程，我相信你有你的动力哈，我相信你讲该建团哦，但是你的心境或是你的感受。
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作为一个没有那么熟悉，比如说里面的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唱的，对不对？你去 KTV， 我们姑且不说去 KTV 会不会点自己的歌啦，这是另外一回事。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唱的。听你在听这些专辑是全部都听得懂了吗？我觉得这不太算是个问题。怎么说？因为它就是一个也不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感受，它不成问题。对，这样讲比较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的用词不太好。对，它对我来讲不太算是一个问题，不会造成你的困扰。对，这用词更好，不会造成我的困扰，因为我就是感受他的情绪在这个旋律的它旋律里面会带有他这个词的情绪，是对，然后我也会看歌词吧，对，就是会。你歌词看得懂？你是写正字？我是出上尾我会收做正字，但是一开始写我拢是黑白写，安怎写安怎大概看得懂，也不会那么看不懂啦。OK， 大概，对。除非就是像讲高不离种这种较深的应该会看无，大部分我感觉写正字你若捌字的人应该是拢小可会摇会到。是，就是对，就是所以无困难，就是讲你唔是台语好的人，或者是讲你平常使用台语的人，你同款有法度，这张专辑是有法度探出台语的口啊。就是讲，你不是听台语的，你不是讲台语的人或听台语的人，你一样可以听这张专辑，因为那个感受是存在的。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影你有捌讲过讲，第一是你有推荐那个入门，入门那个大树公嘛，是顶一张专辑有你的故事内底是然后这张专辑其实你有推荐的下班，对，我讲比较趣味的是，比如说入门歌这个概念怎么来的？我想先回答刚刚那个什么为什么我听不懂，但是我能感受这件事情，就是应该以前绝大部分听英文歌的人都不一定听得懂英文啊？干嘛呢？对啊，像 Eagles 在红的时候，我不觉得当时那么多人，就像 Hotel California 这首歌很红嘛，我不觉得有很多人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我感觉安尼讲，我会使举一个例，就是像讲一开始我日语歌 First Love，我嘛毋知影讲规条歌咧讲啥，但是你看迄个戏，你就感觉这条歌最好听。想要唱，我就用空耳。看迄个戏是毋是后来？毋是后来哦，是较早进前诶，就是第一摆一开始有他的希加鲁发迄个头一块专辑诶时阵，你想要唱这条歌，我其实嘛毋知影，我日语嘛足亮诶，但是为着要唱迄条歌，我就是用空耳，用英语罗马拼音甲写来硬唱安尼。讲实在，这是。甲我这有啥人我会问这个问题？这甲我的历程无啥共款，就是我原则上听歌，我基本上会去了解歌词。我会较熟悉的歌，熟悉甲我对伊的歌词足清楚，这是哪一句会听到。我伫听外语的歌，毋管是日语歌、英语歌，比如你讲 Hotel California 啦，还是First Love，我的做法会是安尼。所以等到变讲西班牙语，可能我小可会使所以我袂使讲会使，应该讲上无我去看伊的歌词，翻译甲伊的大概字，我大概知影我有去刷，但是完全无熟悉的字的歌，其实我无啥有法，对我家己来讲，我是无啥法度听，我会受到语言的影响。我是这款情形，所以敢若会晓迄几句英语尔，进前日语我是完全拢袂晓，就是用拼音。用日本腔唱。对啊，对，就是对啊，就是好，就是先回答刚那个对那个感受，然后说大树公跟下班。我其实拄开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伫应该我是伫 Threads 顶看到啦，就是你有讲到推荐这几条歌入门嘛，讲甚至是你就算讲无啥会晓台语，是听无啥有台语的人，其实会使来听这两条歌。对，所以表示讲第一是这两条歌对你来讲特别有超脱语言的部分，就是你听无这个语言，你赶快会使感受。当然你听有会更较好。对。所以我想要问就是第一就是你拣这两条歌的理由是啥？因为每一条歌拢足好的啊，讲实在。对，
身为一个听不懂，也不是听不懂，就是没那么懂的，几乎听不太懂的人。没有，我讲规趴你随我都欢迎啊。对啊，我刚才讲那么长一段，刚刚没有还有办法接帮你翻译下去啊，所以你其实大概都懂啦。也没有，我只是听得懂，反正就是你只要3个字听得懂，半个字可能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讲什么。对，我觉得是可能这2首歌的，虽然我不是吉尼，我没办法代表他发言，对我自己的感受是，他在写这2首歌的时候，他那个心灵最深处那个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那个连接是最完整，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里面很里面的那一块。直接在唱歌给我听，然后对，然后那个我也不一定要听得懂，就是那个内在灵魂的能量，就是有的时候我举个夸张一点的例子，有的时候一些电影啊会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能量，他跟你讲话，你也不一定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但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你的歌其实会使用感受的。我就觉得这2首歌是，应该说每首歌都可以用感受。我觉得这2首歌是，我觉得感受的能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对。我家己伫听下班的时阵我家己头壳浮现的是，行倒来厝的吼，就是共款当讲一间套房，又个是套房，迄间套房顶家嘛，对，顶家伫6楼，爱行楼梯哦，行楼梯6楼，吼无电梯通啊坐吼，已经规工无用，已经足忝嘛，吼，佫爬到6楼，对，爬到6楼，累累安尼，迄个顶家冷气无先开好，看天气啦吼，入去了。一只猫伫遐无毋对，可能完全无开来，先拍伫面床顶，啪一下，碰伊小体，身体一下，过一时啊，到我都爬起来讲看一下猫安那啦，该讲啥话迄感觉，就是你袂使讲伊懒惰，但是有一款哇，我就想要懒惰一个哦，迄个感觉，敢袂使互我好好真正小可喘一个，互我迄喘一个，互我会使，莫阁去想，真是。伫迄个空间甲迄个都市的世界的感觉，我感觉敢若你是恁孤独，有当时毋是人济少的问题嘛，是你敢若甲即个世界有真大的距离，或者是就是无伫即个物件内底。我讲大部分毋是台北人，台北人安那咱毋知吼，但是毋是台北人，但是住过台北的人，可能拢有这款心情，看什么是等下厝，我家己是用迄个，我家己冲咖啡，我自己冲咖啡，然后我伫厝一工啉8股，毋是8杯，8股。安尼咁困会去？我是练就那个咖啡因对我没什么影响okay. 问题是你啥人会需要啉这些咖啡？其实就是你就想要有一个代志会使他个放空。会使敢若我莫去想我到底伫什么所在，专注在眼前冲咖啡这件事情，或者是跟猫讲话这件事情的那个跟这个社会的切割感，我你听看就感觉，就是你就是你看，比如讲你若咧看剧啊，看到一半想要试一个暂停，小可停落来，去棒球。对，我感觉是疏离，稍微拉开一个距离，这样。对，就是莫过，因为你这物内底，但是迄个毋是你的感觉嘛，是就明显的。不过同款伫过红家就是你2张专辑，2张台语专辑，2张台语专辑之后，你自己在看台语歌，我说整体性的台语歌，也许你不见得会每一种台语歌都听，因为风格其实现在也很多样化。但是因为你在推上其实有提过这件事，就是你现在看待台语歌的想法，那个心境变化，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从最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几年走过来，那也做了这么多首台语歌，对，你在看待台语歌，比如说你可能我不知道，我猜也许你对这个声调的变化，你可能变得更熟悉了，或者是对它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想法，什么我不知道。
我觉得开始懂得跟台语相处，因为以前学音乐的我猜绝大部分跟我可能绝大部分学音乐的人都是学西洋乐开始，不管是吉他、贝斯、鼓，除非你国乐团啊，对，国乐团以外就是那个吗？对，几乎都是，可能都是一些，但是他们伴奏的语言都是英文，然后甚至可能是就算是中文，它也是写的很像，就往英文歌写过去的中文，可是台语就是相对困难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一开始就是所以说做到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开始懂得跟台语相处的比较好一点。对，但刚进进来的一种习惯嘛，泡在里面。就是有点像是反正就是在摸清台语这个语言的界限在哪里，就是我可以做到哪里，他怎么样我会怎么样，那我怎么样不会抢他的风头，他的发声方式，因为台语是那个口是比较重的，棒棒棒棒棒，就是我一开始要习惯的事情，现在比较习惯很多。对，你袂想讲去以台语歌，但是用你的理路、你的手路去做变化，用你的方式去改变它，或是做出一个很超出一般台语歌想象的东西。我也没有不行，但我会觉得它就不会。怎么讲？就像我应该有，就是我觉得可以保留它，让它还是很台语。对，那有讲到这个物件，对，那这就是代表说那个界限要抓，要再花时间再抓看看。其实每一条歌其实嘛拢无啥同款，对吧？对，所以那个平衡其实并不是一个公版或制式的，就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的音乐性跟你的语言对之间的关系要抓到什么比例，其实每一首歌是不太一样的嘛。对，我后来觉得，因为我在看你在形容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它很像是在跳舞。就是跟他的个音乐跟语言的跳舞，因为这是双人舞，所以你一定爱有来去去啊，这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嘛。所以我讲，因为我有看到你写那个物件，我讲讲趣味啦，我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在谈台语，用你的角度来看，其实我觉得会是又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本来的关系台语的人。你听台语歌、看台语歌，跟你看台语歌、听台语歌，其实是不会是一样的。它是同一个作品，可是我们的感受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所以会特别想说，它也是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扩展出去，它可以炫开来，不在单纯的台语的受众圈里面。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说你们乐团，我觉得最特别或是最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就是它会让不是听台语或是他台语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人去听，那听了之后他是不是一定会去学台语？我觉得不一定。可是至少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或印象说，台语歌它可以是什么样，它可能还会变成什么样。我刚刚这类我们对发展的想象存在这件事情本身很重要。这是我在看到你写的东西的时候，我的一些感想。应该是因为你去个字啦，你去跟我讲，我会想讲，我在听歌旋愈听去愈爱到这个你歌无转来，你我讲你迄篇是写你歌无转来，是，因为我会去顺产水。就是顺讲，我想我无甲你标准，因为有时阵就是有一挂人唔知影阮有 threats，还是讲阮即马有活动咧宣传，你若有人讲到你去市站，还是你去甲捞话，安尼演算法，就会甲大家带来阮家，大概就会知影阮即马咧创啥，咧要表演。是，嘿，我会经这条歌其实是，我若讲，我感觉做作词家。讲话上大无共是伊内底有文学性，就是我比如讲，我伫等你转来，我就是伫等你来。我门口口的迄个火开，你拢无转来，就是安尼。我是白话讲是安尼。但是比如讲，迄时你是讲你门口留一拍等待嘛，迄个火无去，但是伊直接转化成等待时，对我来讲，我一听到一看到迄个词，我就感觉讲，那变化个遮水。
我讲这个转换，我真介意这个转换，就是伊的诗意伫咧内底。但是你毋是讲做成咱古早的做法，或者是讲较真正做成现代诗啊，朦朦胧胧嘛毋是安尼。所以伫咧白话中间，你的迄个文学性法度出现，我感觉这是我对恁的歌词介意的所在。我毋知大家听歌平常时会去认真看歌词无，因为有的人是介意迄个音乐的风格。可能就会造成一寡误解，想讲小清新，但事实上毋是吼，伊毋是干较简单的物件。我袂使讲小清新简单，应该讲反正就是毋是即个物件吼。但是你若去看伊的歌词的时阵，你会知影讲伊的内底第一是讨论的主题是就心内的吼，是就在来的物件。第二是伊的用词有真侪正趣味的所在，即个物件是创作者。伫咧展现伊家己的手路的展现的结果，也就是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词者写出来同一个主题，嘛完完全全无共款。就是讲，即个物件伊的迄个风格有合你的口味无嘛？就是安尼，所以表示讲即个风格就合我的口味嘛。所以我真介意即个词，包含你内底，你歌内底我用到“册”即个字，我是哪一条我用煞袂记哩？无心着册，有心做伙，无心着册。对，因为册这个字嘛，就趣味哦。讲实在，近前有一条歌，你应该知影吼，就是迄个南台湾小姑娘。册啦，你就要唱对吧？就册这个字其实超趣味。我之前捌伫 Facebook 顶管捌写过这个字的来源，包含伊是什么意思？比如讲，咱家己册互按，变成绑紧哦，不是甲册断哦。所以它怎么来的？册这个意思是按那演变来的。我感觉这是真趣味。你爱对这个语言有真正生活使用，你才会写会出这个物件。同时，你又搁爱有对现代的观察甲现代的语感，有法度甲这两个物件合做伙。我讲这是就无简单。讲台语的现代的歌，听起来是现代的歌，是要安怎听起来现代？其实就是你这个创作者本身必须要有迄个现代性。但迄个现代性，毋是你干那讲台语就好。都做会到，这是两回事。我感觉这是安那，我会想要提起这个歌，甲迄个时阵我会伫说顶管打这条歌，讲愈听愈调。当然这是其中一条，但是因为我都最后会互我想要写这个物件，讲是愈看愈爱着这个乐团，是因为这条歌的这句歌词讲袂使我无写就硬要，就心肝就要。这几句就是我讲，老一拍单台。是，我讲。一开场，你迄个画面就有啊，你们靠迄个画面，我讲这是就无简单的代志。有的你可能爱一路一路安尼读到一程度，把这个规个情景拢用出来。但是你敢若是留一把等待这个物件，我讲伊迄个画面就会完全出来啊。这是我感觉我伫看这个歌词内底上趣味的所在啦。当然，这个物件会使。就是像我讲，迄个现代性是会使互伊探出去跨外，就是听台语的人以外，就算讲你袂晓听台语，你敢若看到歌词，你嘛大概也知影，你嘛知影讲，这个字数，这个用字，确实有厉害，对无？所以是毋是嘛是安尼？我讲最近的愈来愈侪台语的，毋管歌手乐团，伫做这物件，伊的现代性，一个比一个较少，一个比一个较杂少。这可能我伫家己伫摇，可能嘛甲台语市场有关系。你若要互听台语的人来听你的歌，迄个市场甲介意你的风格的人来听你的歌，我讲这是无啥共款。是，这是无共款。但是我的目标是。就是你本地有听台语歌的人，你听阮的台语歌，你嘛袂感觉介叫。你本地无听台语的人，就是你可能会因为阮的主题，还是阮的编曲，感觉即个歌真深色，你会愿意来听阮的歌，搁较了解台语安尼。对，所以。这嘛是我感觉讲现代咱的这个台语的创作者最需要的物件，就是你的现代性甲你的底地，因为你有过去生活的底地，你的语言是你家乡的这个语言，所以两个合作伙。桂红举手，伊主动举手来，主动举，因为听到这个词很
很多次。Daddy 是 Daddy 吗？Daddy 底蕴，当然字我会写迄个地头的地，草字头在一个皇帝的帝。Daddy 就是伊的底蕴，因为伊有迄个，你若搁较古早的讲法来讲，北来。北来不是内脏哦，当然物件北来嘛是有做北来，但是北来就是嘛是讲看你内底你的丰富度，你的涵养的丰富度。比如说它的词库是很丰富的，它有在地生活的词库，所以可以用到一些很好的字。但这个字要怎么活用在现代的文法里面，那是另外一件事。好，我没单纯是想说 ，daddy 这个词听了很多次了，是不是一直愈修愈歪去？对，总是 daddy 呢？daddy 是讲你老爸，daddy 是谁？daddy 到底是谁？老爸改了就好啊。daddy 到底是谁 ？daddy 哈，daddy，对，daddy 杀掉 d。因为 daddy 是往上，可是那个 daddy 就是调不完全，有一点点发音上有一些不一样。这可能较少有，但是调的小可无共款。OK， 我这是真趣味，就是咱带的团，确实我讲叫转来。哦，咱带的团确实是需要去考量这个问题。我讲这是绝对是无问题，因为伊遮真正会扩散，而且你会使互更较侪人知影讲 daddy 是底蕴的意思。对。最后一个问题，咱时间嘛差不多讲完哈。葬送的福利脸啊，葬送的福利脸有看哈？有够好看，我超好看，逐礼拜拢伫热。本地想讲，看头一集要想讲奇怪呢，稳啊顺啊，呢我嘛毋知要讲啥。你认真讲，敢若嘛无偌济剧情，但是就是好看吼。真正就好看，音乐嘛就好听。但是你为规个产业来讲，咱较现实的来讲。因为咱有你有看到美江迄集嘛？我知影看到美江迄集。咱即马讲安尼敢会讲剧透？你免费伫咧网络顶悬互你看，你当佫无去看，互你真正我袂使讲死好看歹听，你家己应该的。商家讲好后壁小看。其实等者讲着，你若还袂看，你即摆先切掉，等你看到袂讲的时阵，较转来听即集。是。毋过因为这甲剧情无伤大的关系啦，讲实在吼，就是伊有伫讲美江即件代志嘛，因入去到一个美江，是安那入去咱莫讲啦。去到美江了，咱讲主角弗里莲就是伊就是一直知影即条路正确，但是伊会去找别位，逐位每一条路线，伊拢爱。行到头去试看嘛，明知影即个宝箱内底是怪物，绝对毋是金银财宝，毋是啥物好物件。伊也是要去试，就算讲99%拢是怪物，因为伊有一个即个法术是会使验得出讲有99%的即个正确率，对无？吼，就是讲我有99%正确率认定讲这是怪物，还是这是宝物，但是突变。你拄着的拢是怪物，但是伊也是特别拢想要去甲拍开。即我讲，我想嘛，你想讲这物件，就是即个宝箱怪物吼，就是就敢若咱产业内底各种，毋管是内底困难，啦限制你要出一张专辑，我相信你一定就有感受啦。你毋管是经费啦，内底挫败，甚至讲像真正拄着疫情，拄着问题啦，你要做一张专辑的即个经费安怎来？有人会听无？是毋是有法度？有法度好好顺势连上架反正拢是一个问题。我想，所以这拢是真正包含失落这心情其实足济，这拢是你的迄99%的即个宝箱怪物。那安尼迄1%的宝物到底是啥？因为我知影你足介意即出戏，我知影你看到美江的即段的时阵，你有真济，你认为讲甲你的即做专辑即件代志有真济正活的所在。那迄拍宝物到底是啥？你现在要做即件代志，要逐条拢要行。我感觉迄1%的快乐，其实伫我歌写了的时阵已经得到啊。就是讲，伊毋是讲即马歌写了有人介。歌写了有人改，我感觉可能嘛是有，但是就是讲，迄毋是你有法度控制的代志，就是歌有红无红，大家会介意无？有表演的机会无？会得啥物奖无？迄拢毋是你有法度控制的代志。但是我感觉迄1%就是讲你做创作得到迄种你的快乐。你做一件你想要做的代志
我感觉1%就是迄个物件。但即马若准讲就是听歌了有啥物欢喜诶代志，就是我伫旧年11月诶时阵，就是有去台北、台中，阁有高雄表演，就是唱阮即个新诶专辑有一个 mini tour。就济阮诶迄个听众朋友伫听歌了后留落来，甲阮讲话，就讲我会记有人就是讲因为进前就是嘛是疫情诶时阵因开一间餐厅足艰苦诶，逐工拢会听倒一条歌，还是讲因会讲因为因可能是同志因可能伫因诶关系伫婚姻伫家庭有一寡纠纷因为啥物歌互因感觉就是逐工听即条歌会有力量。我感觉这应该就是迄1%内底诶快乐。1%内底创作完成本身就是迄个宝箱有金银财宝诶宝箱，其中内底阁有一寡特别珍贵，就是迄个选招马路还是啥物阁较珍贵诶宝石，这就是迄个后壁听诶人互你诶才会欢迎甲回馈，就是伊即个物件对伊帮助了伊什么代志，伊伫诶人生当中拄着诶困难，或者是伊诶感受是啥？我感觉这是真好一个结尾啦。耶！好啦，咱时间嘛差不多有需要宣传一下最近的活动无？好，2月24日迄卖户2月保证卖户2月24，无要紧，迄政府的活动，伊应该做者宣传的资源阮3月22号伫台北的 Legacy 要办一场演唱会，这是头一摆阮去即个2000人的场地来办阮的演唱会，足紧张的，足惊的，台下的人伤少。希望大家若介意阮的歌，会当来看阮的表演。安尼迄天阮有邀请到Aquaman甲阮斗阵表演。好，咱今日的开讲就到这结束啦吼。毋知大家对今日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呢？这一集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留言互我。若是收听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会使落下个粒星分数，还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找呀，特聊天，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朋友伊咧，阮一杯咖啡、一包奶油糖，即个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使点下小note就是说明区的哪位网链啦吼，都有即个赞助的网链啦。叫有是随喜生意食水甜，人生表心意大，别的我嘛介意，毋管这少，拢感谢你的支持，咱今日就到这个结束咯，拜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 Moonwalk、Manhon、阿贤、阿莹、永川、阿里高啊，也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